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静梅。今天我要介绍一位越南华侨谢品珍小姐，她也是一位美女哦。她热爱唱歌跟跳舞，也是我们百福的铁粉。今天她要来传唱我在三立都会台金冠群人的片尾曲《情缘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她唱《情缘》，谢谢哦。